呢次我嚟到日本一間溫泉酒店，冇會議，冇電話，只係諗想慢返落嚟。當一切慢落嚟，你會開始留意到一啲平時諗唔到嘅嘢。以前我做過銀行，之後做過投資組合經理，所以我對價格同匯率一向都係比較敏感。喺日本 Starbucks 一杯 Cappuccino 大概$4，喺意大利價錢都係差唔多，但係喺美國同一杯 Cappuccino 可能要$8。同一樣嘅咖啡，同一部機，價錢卻係完全嘅唔同。過去一年，因為人生同事業嘅中場休息，我喺歐洲、美國同埋亞洲生活過。呢啲簡單嘅比較令我越嚟越清楚一件事，呢個就係金融壓抑。印錢，貨幣貶值，佢唔會即刻打中所有人，但係佢會慢慢影響普通嘅市民、儲錢嘅人、打工嘅人。錢唔係突然之間冇咗，只係一年一年買到嘅嘢越嚟越少。新聞話經濟唔錯，企業盈利上升，股市創新高。咁點解呢一種繁榮好似唔係所有人都感受到呢？ AI 同埋科技淨係加快咗呢個差距，效率嘅提升，但係工作未必增加。我哋而家淨係走入一個冇乜就業增長嘅世界，所以問題已經唔再係可唔可以保住份工或者加人工，而係呢啲仲夠唔夠呢？喺我嚟睇，投資已經唔再係一個選擇，而係一個長期生存嘅需要。因為儲錢嘅人同埋打工嘅人都淨係俾價格慢慢淘汰。對於中年嚟講，呢一個發現其實都係幾殘酷嘅。